同心此念，气修宜兰。爸，等你准备好些，典礼马上就要开始喽。呀，你莫该送菜呀！你给平安，法义同风；你给平安，法义同风。太傅，用一啲呀，你哋去马啥？大哥，你偷鸡讲嘛该？你是个俺多年，总算让来才西坡路出个太你嘞！太热嘞！我开始喽！你啲婆罗族当班的大下电机，因为南方会正式老国风合并，成立南方公司。港台属因太同种种，老风大。王太公，去啊！呀，到底係用辦一回事啊！太傅，父亲，冯爸，母亲，老太公，冯爸，阿英，老太公，你哋愛去哪？冯爸，你哋愛去哪？你哋愛去哪呀？冯爸。你哋愛去哪？你哋愛去哪？你哋愛去哪呀？你哋願用版麼？原來大家幫忙啊！呀哈，你莫該是神的呀？愛聽講咧，你呀，係唔係要偷嘅上戶卡？我第不講，離開13步，也要該能嘢的。第
珍珠烟火，飘扬歌喉，炎帝送情歌的好么啊！大哥啊，您讲你有所思，也有所梦，我再讲不卡有阿嫂照顾，有嘛个好担心嘅？佢3年爱操持家务，还爱照顾自己，我担心佢身体会冻掉。你又唔系无爱转体，等你到了岐山，龟山梦见一定伴大家夜到顺安。正常经验，佢对父门而出，想必听能出他两强吧。明山山那年，东南风那，金山来山那天啊，是白哟。夜梦来冲啊天，翻母亲到那，阿里摩天呀，通天送那。父母人那主，不成那从啊，难真知啊嘛，苏黑东啊。一树上啊攀，雄心马海行啊，红烛强啊枝呀，轻片那把中啊。喂，你附近嘅船呢？你会见到见到啊？乡土先生，婆罗洲係唔係愛到你啊？照你方向，對婆羅族冇錯，不過應該喊我依家時辰爭未到啊！大家都上漲來了一望見，你想看啊？貴草荒煙嘅山呢？件山唔係講假嘅。人都講金山路途凶險，想起來演繹都爽，也算係順風順行啊！喂，你有一婆羅族嘅冇？做唔得啊！你哋安怎乜解？好數，騎開車船，唔係上船，大家小心啊！你邊位佢呢？你位妞幹啥？對付開車不能正面交鋒，那麼你順風轉舵。招義先生，順風順舵，以退為進。哦。
上帝，才是你就无命嘞！太傅，就是你，招风也是，一路是说，俺还是经验深很较好。大家看，前面就系西坡老祖金山岛嘞。来老了就梦见无言嘞！历经千辛万苦，你转身到嘞，转身到嘞，也就是金山么？慢工啊，风啊，龙啊，风虫啊，地有那，凌晨啊，树啊，白啊，撒了啊一呀，风呼啊，头啊眼，现今那天哟那，两江啊，哈个路啊，航满哪里呀？改门见山只身体，是败用之只是中。体虽疏，万以自为。皆因机，难爱之中。谁称一生结给因中？家老友，来嘞！天桥高，天水高，当本是这本是梦。阳夜晒风送空，游浪东阳观天空，古木漫丛，古风梦就南木云漫山东。天嘅天气，都見到自己變唔定嘅，熱到啊，都真係凍啦噃。你找來望見叫，他冇關係。來，是這位椰子水，望見到你。讀啥物人字？唔係，叶兰呐，我爸，咁快啦！太打手，我爸，你啦，你看，两大嘅无爱东木比之前还较近，亮亮金毛饱满呐。真的呢，好
罗族老家因祖母庆了天使少男，无存下之分，欺骗迄动翻的两片，做个劳动母都属神欺骗好。好的，两片还用来跟老条路做得做，还会批下两片的天使霹雳，长有暗用的神功。是呀，也得来先拿去打无，等下就做代表都无通使咧。好，跳家，我吧，可能也拜书神同好哦。嘿呀，两片的天使前途和中无的，其他像牙子隔壁福州两条，根本做马街就打马街嘛。也未啊，就那个江龙书神最好，马上就中阴阳啊！你好的，跳家，你老爱你合作，爱你真有胜利合作啊！哎，一天结识同乡人，人出门在外啊，太自家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爱自身公司的动漫的创立案当然，目的就係幫人家人能得安天生活。这是你心从好，向東楚，李陽各樣撇開見，海上用一片有見，把野把愛生滿天，初見父親苦見先，苦見先。这勇士为到爱草太木的，顺达嘅人钱都躲唔掉，还想讲忙多翻篇，命就险无得起咧。我也得本機當作天朝器皿，出用苗呢個人，莫想辦法出苗上路，也做唔得啦。太官是西官，西官是百姓，爱你百姓只能是玉田兵。家人爱你俩食饭，实在就无简单啦。唔跳架，咱把話頭菜3件嘅東西都準備好了，馬上就能出發。好，我吧也見我一難辦法探看，也片事情交代本兒咯。冇問題，路上小心。來去。我爸有條廣東來嘅太極門，去靠哪里？難道你割人去？好。天是你我暗你啊！此处天上有火，岩上喜，一莫莫红彩笑，也莫超火共年前见色太不同，太不同。唔錯啊，你啊，干起金山。尘破羅山見光，你的意見不相同。故夢說呀呀錯上，山窮水盡遍地風。年前見山身體，用乜意思起了？鄉土先生也係好高啊！奇怪，我唔記得以前有行過呢條路。肯定泰國唔係阿用嘅，那麼你繼續行看啊，兄弟，來去！阿婆，牛慢麼？哎呦，你會跳架，好險意思嚟來噃。誒，你也口音？大哥，以後仲係同鄉人。我哋
係爭到婆羅族做生意嘅人，請問你也係落去野菜劍咩冇？哎呦，我已經幾下已冇食飯嘞，做得半條嘅東西什麼啊？也會要家下啲信徒留下嚟個飯團，來참事本你從幾太哥，誒，同佢做乜嘅？身處保天劍山，人民運動皆皆安健農業，看佢落魄嘅模樣，上必聽你度度唔嘅困難。你唔係乜嘅太夫人家？你來，係太哥，哎呀，掉錢本你拿去買東西食。嘿嘿，終身好啊，拄掉啊！二條仲上來啊！你哎辛苦了，我喊將你的媳婦來唔插半河，差時你放唔到你阿台去哦。二條，你可以來書面啊！幾條根本就係家下幾條開車的。哈哈，冇掉，劇團叫小無夠，我嘛冇法度啊！我弟弟下見識唔好，做乜嘅條路啊都會死㗎。我用嘅菜色啦。看來幾條係對人嘅米量而來。教我招，我啲報復命令。搶走咧，唔怕，劍谷中閒財就好。二條用樣板冇？看你哋嘅出手，而且係有武功嘅人。家下只不過小點一下聽聽，多謝兩位聰意之計。誒，冇人講，我哋根本冇聽到乜嘅呀。睇二條嘅雄言，莫非也係對共同家燕過來嘅呀？我係我爸，我老米蘭都係家燕主人。按都好，乃啲也係對家燕殺身過來嘅哦。演員看見二條嘅手呢，我哋就地哩。你條兩位題啊？是愛你放條太極舞，就係對員工島來嘅神你呀。開始萬行無理會，將風他嘅司機。這都是中秋喜牛，從前在我家記。我老母爸大伯看到風條神呢個，就會照到入片，又拍死人下。來到入片，本人欺負。不過啊，我係讀到唔係介意來的，我肯定你嘅點兒向他打。我死你條喂！米蘭啊，故所幾條，怎會咁啲公田花兒來打擊？你阿平千島開清土匪，專門搶你兩條無義小國，不敵師母嘅人啊！一天嘅家下，開送耳朵開車，才會行遍路徑，原來兩片唔係坤甸功夫啊！錯聽開清土匪，難為還會注意兩片嘅普通粗言，見了界界先嘅血汗，尤其係呢一條粗，見了係也唔起嘅呀！不過我行去跳一擺，看到有人按強手，就老土匪拿掉你。幾好個菜，你向天平上有臉不呢？呀，金山，有冇老太自家個雞毛香香呢？大家都冇定健身，同時唔係打啥都差嘅多雞。天山地命中見地，難有才見來多不易，土匪殺見來平之意，英雄無言無所依。故所要動人，係不得結妻是流浪嘅夢。唔去打傷人，